恶乐。主你是配伫阮恶乐的上帝，你所有奥妙的作为，拢伫阮的生命每一工显现。主，阮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嘛愿主你甲阮三个弟弟，用你的圣神进入阮的心，将阮所拄着，无论是艰难，或者是困苦，或者是阮软弱的时，主你拢甲阮三个弟弟。主，阮嘛感谢你，伫阮软弱的时，你诚侪阮的帮赞；伫阮病痛的时阵，你互阮有倚靠。主，你是无放阮孤单的上帝。阮只有当用阮的生命，带着感恩的心来向主你祈祷，嘛恳求主你继续带领你的众百姓，互阮伫主你的殿中，当阮较无仰望你的时，主你的光就照阮，用你的话语搁一遍建造阮，互阮来到主你的面前，阮会当重新得到主你的教示，诚侪阮头前的灯，路上的光。诚侪阮生命的帮赞，阮以下的聚会也愿圣神你亲自掌权伫阮当中，愿献上感谢而乐，愿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时我来报告，咱会当用听的，也是看咱手中的周报。本系消息。日本主日是新德圣经学院主日，简易裁派第名治牧师来咱本会讲道甲请安，也敬请咱兄弟会当踊跃奉献，甲为圣经学院来代祷。第二点，高雄中会第91届第3次会议已经伫9月14拜二。伫安心教会内召开，本会嘛得到颁发2020年教会成长达成目标优质奖。咱将一切阳光归予咱的上帝。第三点，油厂教会公告，咱为着配合政府防疫政策，本会所有相关的实体聚会，咱拢陆续有恢复实体。也是线顶来做伙进行，请咱会当注意所有防疫的措施，会当来互相配合。其他的事工活动，请咱依照防疫规范甲实际的状况自行决定实施的时间甲方式。以上，请咱兄弟会当留意来配合。第四点，本会主日上午第2场礼拜，咱要颁发2020年第2学期信用培育奖励金，受奖的名单，咱会当看咱的周报内页第8页。因为疫情的关系，咱要请受奖的学生事后到办公室陈佩芬干事来领取咱的奖励金。第5点，本会办公室9月21日，也就是拜二，是中秋节，是国家的国定假日，所以办公室有休困，请咱兄弟会当留意这个时间。第6点，本会伫9月24日拜5下晡8点，伫3楼会议室要召开小会，也敬请小会员会当准时来参加。第7点，本会2021年下半年装备课程要伫10月初1拜5的暗时7点半到9点半来举办，敬请兄弟会当办公室，还是咱线顶嘛会当来报名参加。详细的情形，咱会当看咱的周报内底有列一张幸福式有列一张课程的报名表，咱会当家己来看吼。嘛会当将即张报名表摕去办公室报名。第8点，幸福系统各小组伫9月底前要举办福音茶会，10月开始举办幸福小组。上半年的福音茶会幸福小组，若是有需要搁要请款的，请咱会当切询办公室来办理。
机体的消息。第一点，生活生命教育团体9月底每礼拜二上午7:50到8:40，咱有真需要，阁有2位的志工老师。若请咱有兴趣的兄弟，你若是有拍过疫苗的，你有黄卡，请会当甲咱的办公室吴诗婷传道来报名吼。嘛鼓励咱会当来诚侪伫即场会当学生来帮助学生的生命教育老师。第二点，成营牧区伫9月26日下晡3点半要举行立地山自然公园半日游，费用是100块，阁有这100块内底有包含咱的平安保险、嘛有餐点阁矿泉水。嘛欢迎成营牧区组员伫咱本主日以前吼，伫本主日以前，甲小组长踊跃报名参加。咱有一个影片吼，成人牧区的影片，咱来先放了。交界消息报了，再来放。OK， 好。咱迄个本教会出身的即个李义安传道吼，下晡伫后人教会要封牧，就任因第4任的牧师。牧师有代表教会吼，要去甲伊祝福吼。第2项就是咱高雄中会9月14拜日伫安兴教会召开91届第2次、第3次吼，做一遍开，因为疫情吼。即个中间特别有通过即个利灵教会因原来旧的礼拜堂的出售吼，因有新的所在会当还款，嘛有通过，特别是一个是关于即马牧师吼，若到65岁还未退休，但是会当办理劳保的退休吼，这已经有通过吼。阁有选出咱迄个中会每年的干部，市长是公山教会蔡义英牧师吼。咱这个名单咱家己看吼，请咱会当常常为着教会，特别为着中会、总会来祈祷吼。这个蔡牧师是公山教会吼，上帝予伊也真好的领导力，阁对教会的上帝交托咱的这个福音的大使命吼，足有负担吼。所以咱替祈祷，希望会当带领咱高雄中会吼。毋是吼，几10档干伫遐咧空档吼，教势拢定停顿，拢无进步。就是咱应该着爱尽咱的福音的使命吼，咱为这个中会干部吼，特别献上大祷吼。OK， 好。好，咱请来观看咱成人牧区的影片。哦，有够烦的啊！闷坏了。口罩戴好，口罩戴好。哦，对对对，口罩要戴好。那还是我们出去透透气呢？那要去哪里呢？鹅銮寮。吃这个鸳鸯，吃那个鸳鸯。黄金海岸。太远了啦。冈山之眼。最近很夯哦，但是有人员管制呢。对了，踏底山。这个好，我可以约我的小组员去那里聚会、分享、唱歌、赞美主、爬山、看夕阳，身心灵都放松了。哦，不错哦，就这个好了。阿妹，你要去哪里？我要去换衣服，马上出发。不是今天呐，是改天呐。哦，不是今天哦。右昌教会成人牧区邀请各位组员携家带眷，同 Best 一游踏底山公园，感受上帝创造的自然美哦。926成人牧区踏底山，不见不散。上。感谢主吼，欢迎咱会当踊跃报名来参加。以上，咱请做伙来看圣经。今仔日的圣经是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2章13节到21节。
路加福音12章13节到21节，白话语伫82页，台语汉语本84页，和合本伫100页。路加福音12章13节，众人中有一人甲伊讲：“先生啊，请你教我的兄弟甲我分作业。”若是耶稣甲伊讲：“你即个人啊，之水设立我做恁的审判官，还是做分家业的吗？”就对众人讲：“着谨慎约束家己，拢无贪心。因为人的活命不在伊所积聚的丰盛。”就用譬如对因讲：“有一个妇人，伊的田园真好收。伊想来想去讲：我无所在通囥我的土产，呾要怎样？佮讲我要安尼做，要拆我的七仓，起较大个，就我的五谷甲财物，拢要囤伫遐，也要甲我的灵魂讲：灵魂啊，你有侪财物积聚，做侪年的路用，通经营邻者快乐。若是上帝甲伊讲：戆人啊，今暝要对你讨你的灵魂，就你所备办的，要归什么人啊？既然为着家己积聚财宝，伫上帝面前无好业的，也是安尼。愿上帝祝福伊的话，甲遵守伊听的话的人。以上，今仔日讲到人生比数字不如比故事，人生比数字不如比故事。咱要邀请咱新城实经学院陈明志牧师。各位兄姐，大家平安。今日是新竹圣经学院的主日，有学院有特别邀请陈明志牧师吼，毋知若大家看到伊嘛有面熟无吼？伊捌伫新学生的时有伫咱教会实习吼，陈牧师吼足骨力足认真，拢逐礼拜拢足早就来吼，伊也真认真准备讲道吼，感谢主，伊伫咱的灵雅教会吼，伫遐服侍我若相当久的段期间，捌伫汉民伫灵雅教会，后来即马伫中英大学吼做校牧今日代表圣经学院来甲咱请安报告，来分享上帝话，咱拍拍欢迎吼。尊敬听的陈牧师，咱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这搁一摆安尼来到咱油厂教会，即个足久十几冬前，来迄落受派伫咱教会伫遮实习一冬，受到咱牧师甲咱的兄弟姊妹真好的照顾，真大的造就。今仔日会当搁一摆来到伫遮，甲咱逐个兄弟姊妹见面，搁一摆看见咱油厂教会伫陈牧师的领导下面，真正福音复兴伫即个所在，看见上帝极大的荣光伫遮来显现。今仔日特别有受派迄个代表即个新竹圣经学院来甲咱兄弟姊妹请安报告。就是咱今仔日要来甲大家分享的是人生比数字不如比故事，人生比数字不如比故事故事。来先咱三甲额头来祈祷。主爱天父上帝，阮实在感谢你，因为你满满的疼痛，互阮会当诚做你的工人，互阮会当对阮的心肠来领受你的福分，来传播来留对别人的心肠，阮对安尼来参与你创造甲救赎立你的奥妙，阮谦卑领受你的话，互阮得到智慧，通明白你对阮的意思，
互你的话来更新，塑造阮，诚侪你要爱阮诚侪样想。愿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甲大家来分享即个题目吼，咱这励志作家拢勉励人讲，人生爱有目标，有目标才会成功。吼，咱人伫讲目标，拢用啥物货来定？拢大概拢是用数字，学生拼即个分数，若出社会，比薪水，头家若要求即个业绩，嘛是拢爱成长，即今年业绩爱成长几趴，敢若讲几趴，逐个着拼甲平喘，嘿，数字敢无重要？数字真正嘛是足重要。我伫大学咧服侍。咱今年的即个大学一年的入学的学生数大概是21万，全台湾安尼差不多21万。咱若到7年了后，117年学年度，迄时阵即个学生元额，敢若剩偌济？无到16万。即几年安尼会减6万去，等于减即个1/4。1/4看起来25%，25%表示讲25%的1/4的学校收袂着学生。所以这是生死存亡的即个问题。所以毋过咱渐渐拢袂受即个数字过度来限制咱的思想，人甲人的关系，也是无论是竞争还是合作，拢是用数字在评估。安尼几个即个阿拉伯数字，就决定咱的心情，决定咱对即个时间的分配，决定咱生活处事的安排。会当讲即个数字主导咱的生活节奏，甚至决定别人，也是咱家己安怎看家己的价值。咱兼在拢有即个参加过即个同窗会，过去的即个同学，足久无见面，大家真欢喜，互相关心，真敬奉。讲到工作，讲到家庭，不免即内心。拢会安怎？小可比较一下，即某物人，即个社会地位，安怎悬低？即个职务大细，薪水偌少，房地产价值偌济，甚至即个车啥物款式，偌济钱嘛会当比。劳动学做伙组织，拢真怀念过去的情谊，但是加减。嘛是会比较，即个大细目看人，即个同学伊大律师，伊是法官，较尊敬淡薄啊。大头家经理，这加巴结一个，无一定以后拢会当合作的。若即个小职员无啥物迄落人物，安怎？谢谢跳过。有空再联络。咱已经习惯用数字在评估价值。俗语讲，数字会讲话。薪水偌济，即个迄个营业额偌济，管偌济人，有几栋楼厝，有几台车。一个人的身价，互逐种的数字在评估，嘛渐渐咱相信。数字就代表咱的价值，人生的目标，敢若就是伫互各种的数字变足好看，会当甲人比。今仔日咱所看即段经文，路加福音12章即段，警醒咱对数字的迷思。这故事讲，有人来找耶稣主持，要分祖业。伫犹太人来讲，不管即个是讲，咱用咱华人的思想，真正分祖业
这是正常的代志。甚至摩西律法，无论民数记、申命记，拢有记载，这作业着安怎分。安尼，即个人会来找耶稣，大概是即个家族为着分祖产起纷争，可能惊伊的兄弟无要照律法的规定来分互伊，嘛有可能讲伊听讲耶稣讲话足有权柄、有分量，希望耶稣会当来替出面做伊的靠山，帮伊来争取。但是耶稣拒绝替主持即个分作业，甚至佫甲众人讲着谨慎，约束家己，拢无贪心，因为人的活命不在伊所积聚的丰盛。即个话中暗示即个人贪心。为什么安尼讲？因为迄时阵耶稣伊甲众人，伊伫教导的是有关即个永生的问题，伫这唤起众人严肃思考生命意义的时刻，即个人哪壶不开提哪壶，一心想讲这作业着安怎分，伊正袂食亏，或者追求即个财富的执念，互伊无法度约束家己的心，才会伫无应该提即号问题的时阵提出来。耶稣无讲分作业毋对，毋对的是伊对即个钱财的执迷。人若贪心，就算讲上帝来主持，嘛分袂平。贪心会引起真济罪。上帝互人10条诫，内面第8诫讲袂当偷窃，第9诫袂当贪别人的财产，拢是对人类迄个贪念直接的境界。总是人往往无法度克制家己的贪心。俗语讲，即个贪字贫字可，贪甲即个贫看起来足像的。如影随形，一线的距离若定。人若贪心，就算讲伊积聚搁较济，伊内心悠然空虚，袂满足。这媒体报道，真济，这家族真大的家族为着即个争即个3钱，即个遗产的新闻，为着财产分配失和。法院上告，反目成仇，互人感觉即个亲情达袂过钱财的悲哀。其实，大家拢知影一个道理，讲钱财名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偏偏拢看袂破。这圣经嘛讲，钱财是万恶的根源，偏偏大家拢想要买。安怎都嫌无够。有一个故事讲，一个人对国王有功劳，国王就要赏赐伊，答应伊讲，一天内你对日出到日落，你所无管你安怎的方法，你所经过的所在，拢要成做你的土地。迄个人对日出开始，就骑一只真好的马，出城直走，快马加鞭。一直吹到马用尽气力死去，伊遐无满足，换家己走，一直走，一时刻都无停落来休困、食物件、啉水，还阁嫌走过的土地无够大，安尼伊一直走到即个日落的时阵，伊得到真大片的土地，但是因为这过劳忝死啊。国王甲伊即个埋葬，真感慨讲，伊真努力追求遮尔大的土地，但是埋葬伊所需要的，只不过即个3公尺见方的即个坟墓，想要买的遐尔济，但是真正需要的，却是安尼一点点
啊，为着这一点点啊，却失去伊的全部。耶稣随时讲一个真有警示意义的譬如，咱讲这个故事是这个愚公的财主的故事。其实这个财主，伊嘛无做啥物歹代志，伊无偷嘛无抢，伊的富有是因为伊熬计划投资，搁得到这个风调雨顺、产源加倍的收成。伊安尼伊的成就，在人来看是真有福气。照现代这个资本主义来讲，伊是这个经营事业有成的这个典范，一点仔都无戆。但是主耶稣讲，这个财主是戆人，因为伊完全活伫家己的世界，伊甲家己讲话，为家己计划，甚至家己伫暗中在欢喜。这伫伊的生命所思思念念的，拢敢若我的，无有上帝，无有其他的人。伊讲我的，但是人生伫即个世间，有啥物会当讲是我的？这亲像即个坐车，咱这迄个车票写讲咱的位死伫遮。你伫遮吼，但是即个目的地到落车，迄位就换别人坐啊，咱敢会当迄位带走？圣经讲，天顶地的一切，拢是属伫上帝。安尼，咱只不过是即个暂时的管理者。当咱拥有的时阵，咱爱心存感恩，该放的时阵，就毋甘放。而且因为咱是暂时的管理者，就爱尽管家的责任。知影讲，咱领受大、搁较大的恩赐，对其他的人，就搁有搁较大的责任，爱对上帝交搁较大的孝，毋通亲像迄个愚公的财主，伊甲即个生命的重心，拢放伫家己，放伫伊要安怎积蓄搁较济，享受搁较济，甲钱当作性命。结果亲像即个路加福音9章第25节，主耶稣讲：人就算讲得到全世界，却失了性命，损害家己。有啥物利益啊？敢毋是空空着无安尼？这敢毋是真正的戆人？主耶稣讲，人的活命不在伊所积聚的丰盛啊。财主干那知影追求即个财富的数字，却忽略财富背后的责任，忽略上帝予伊的使命。总有一日，伊发现家己空空着活倒去，敢毋是真正悲哀？这嘛是对所有的人的警戒。讲，既然为着家己积聚财宝，伫上帝的面前无好惹，也要亲像即个戆人。台湾社会久长以来，拢陷伫即个拼经济的迷思，也造成即个差房地产、环境生态受到破坏，等等真侪社会无公义的现象。敢若重视经济数字、比数字，这是短视真理、真肤浅的文化。沉迷伫即个拼数字、拼经济，安尼，互即个社会失去深刻的故事。近年来有一种即个在强调文化创意产业，讲一个会当吸引人的产品，是应该爱有故事性的。消费者透过去消费即个产品，来参与伊背后的故事，这是产品上介大的附加价值。好的故事是诚心实意。
一步一脚印所写出来，无法度讲速成，毋是干那靠数字会当累积。有一寡即个企业为着追求即个营业业的增长，用不实在的广告编造假的故事，会当骗人一时，总是当东窗事发，人发现拢是欺骗的时阵，这嘛是企业生命结束的时阵。人生在世数十年，为着比数字，亲像即个甘露伫遐一直转，无用甲亲像炉柴，烦恼甲困袂好势。甚至讲咱厝人的狗比人佫较好命。真侪人掠做即个累积财富，是人生上界有意义的目标。但是有一天倒来看，即种虚荣心敢有意义吗？你掠草暝仔拼，为着趁钱，忽略家庭，忽略健康，表面数字好看，就惊失去的比得到的佫较侪。真正有意义的生命，是有故事性的。毋是简单的数字会当比拼。人生需要好的故事，来互家己甲后来的人好好去欣赏。安尼的故事是要专心投入，经过时间的迄个酝酿，才会好看。亲像好酒，慢慢发酵，才会香。毋是只讲真理写会出来。有一个台北的查某囡仔，伊放弃即个台北上班族的生活，走去花莲做1年的志工，伫即个 Facebook 顶面帮当地的农民推广即个农产品。伊本来是做即个广告设计，逐工加班爱到半暝12点，甚至无闲爱到2、3点。伊争取真好的业绩，设计的作品嘛得到奖，受肯定。当30岁的时阵，伊心中出现一个踌躇，一个念头：安尼工作要做到65岁退休，退休了后10冬可能就爱入棺材。安尼算一下，人生70%的时间，拢在为着名利工作，等于在做钱的奴才。生命敢若是为着趁钱呢？有一天，伊看到一个往来所的广告，真简单的设计，单纯甲消费者讲，你所买的往来所会当互台湾搁较侪正往来的农友受到利益。伊安尼因为即个简单的诉求就感动，所以伊决定失去头路，去找互伊会当感动的代志来做。真侪亲友劝伊讲，毋通遐尼戆，你有好好头路，毋做，逐人真侪人找袂到头路，你找袂到头路，要安怎生活？所以讲真侪的困难，伊坚持教育的感动，追求意义，毋是在做互人看，是在为着家己做。无头路的期间，伊欠长内度，一个月开无3000块，坚持到找到家己会当发挥伊的理想。伫即个1年内，伊体验佫较丰富，眼界佫较开阔，嘛帮助佫较侪人。另外一个故事，新竹湖口有一个80外岁的老农民，伊在做资源回收生活，厝内无接自来水，拢是收集即个雨水来做水源。伊无牵电，无牵电火，拢是点蜡烛来照光。安尼做，去过即个简朴的生活，却欠长内度，积聚落来80外万，捐互病院，购买即个医疗器材。
伊感觉家己捌伫即个病院受到医生、护士对伊的关怀照顾，为着要报答，嘛为着佫佫较济的病患会当受到好的医疗品质，所以将伊一生所欠落来的钱捐出去，希望佫较济人会当得到好的照顾。即个社会真侪人用无共款的方式伫写人生的故事。检查咱也去思想咱家己的人生，咱嘛会当找到迄个互家己感动的故事。检查这故事，毋是轰轰烈烈，却是出自咱真心的付出、认真生活的故事，是一步一步一脚印，会当留互人怀念，会当感动人，互人钦佩。有一个电视的广告，几多年前，即个货车司机送册去迄个偏乡的小学，即个荧幕写讲，伊敢若60分的学历，却总是伊是100分的教育家。一个快递先生骑乌托摆拄着落雨，却甘愿家己淋雨，将即个雨衣送互一个无雨衣的即个乌巴桑。伊60分的财力，却是100分的空壳。一个计程车司机趁这塞车等无人客的时阵，伫练习英语。安尼等到伊若有载着即个外国人的时阵，伊会大方用迄个未练转的即个英语介绍各地即个风景特色。60分的语言能力，却是100分的热情。这个广告最后一行字真有意思，伊讲：你可能不是出类拔萃，但绝对是与众不同。每这就是上帝予咱每一个人的恩赐，检测这个恩赐拢无共款，总是咱认真生活，尽力去发挥，做家己相信的代志。安尼平凡的人，嘛会当写无平凡的故事。咱每一个人，上帝予咱无共款的恩赐，这是上帝予咱的迄个彩色的笔，爱咱来写出正面，会当造就人、影响人、感动人的故事。人生有一日拢会过去，你要留一堆钱予人，也是要留予人怀念的故事。积蓄搁较济的钱，当离开的时阵，你的钱拢毋是你的啊。你继承的人嘛无一定感谢你，伊安怎去使用，你嘛管袂着。但是你为着别人所付出的疼，人的纪念，就算离开这世间，你的故事也是你的故事。就亲像希伯来书14章第4节讲，因为信，伊死也得讲话，继续用无共款的形式带予人祝福。这号精彩的故事是积聚伫天顶的财宝，比现世这个钱财数字搁较有意义。刘兄这今仔日会当真欢喜来代表圣经学院，咱兄弟姊妹请安。圣经学院久长以来为台湾教会社会培育这个基督精兵，造就信徒。因为兄弟姊妹的支持帮赞，互学院会当伫即个土地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去年以来，咱知影疫情即个新冠肺炎的影响，学院真侪活动无法度举办，这真可惜的代志。嘛因为安尼拄着财务的困难，望兄弟姊妹继续为着学院的教育事工甲经费关心奉献甲代祷，咱做伙甲因来继续写出会当即个世代见证上帝恩典的故事。咱同心压头来祈祷。
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是逐项好物的源头，你赏赐阮万项好物，你会供应丰盛教业，互阮领受恩典满满。你白白赏赐阮，也爱阮白白甲人分享。阮要信靠你，互阮伫每一日的生活当中，无迷失伫追求财富，会当顺服你的引带，来找到人生的目标甲意义。求你常常提醒阮，无将你的恩典藏起来，互阮会当体会佮相信，透过甲别人分享，这恩典就哪加添，互阮无注目看世间的价值观，无受数字所迷惑，干那追求对上帝来尽忠，互阮的生命会当透过帮助人、甲人分享，生命搁较丰盛。互阮伫即个地上会当做上帝财富，甲大百万恩赐的好管家，通得到你的肯定甲接纳。愿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多谢田牧师，咱只是三甲要来吟回应诗485首，咱请起立来吟全首。咱要来代祷吼，感谢上帝，咱今日也听到真好的信息，互咱虽然咱是一个平凡的人，毋过咱若真正真心照主的真理去行，听主，咱的确会成做一个上帝所使用写出不平凡故事的人。咱为着咱家己来祈祷，咱也为着咱台湾甲整个世界来祈祷，特别无论拄着疫情会艰苦，拄着战乱会艰苦，拄着地动会艰苦，妖恶会艰苦，逐所在，咱无论是伫阿富汗、伫海地、伫缅甸，还是伫东南亚每一个国家，咱拢献上祈祷，为着咱的教会。那中会会当成做一个宣教的中会，互咱教会成做传福音的中会的教会，咱也为着70周年，咱希望会当
祠堂会当开拓教会，咱若要中级选举，咱来献上代祷，咱的幸福小组，咱的文道时间要开始献上代祷，为着学生，已经开学，咱来献上代祷，为着中秋节，大家出外出入拢平安蒙福，咱会当全家团圆来祈祷，为着软弱的肢体，为着红尘姊妹、国宾兄弟，还是潘牧师娘。为了瑞如姊妹、林玉琪姊妹，咱所知影，咱伫主的面前三体祈祷。兄弟姊妹，咱也特别为着新城圣家学院祈祷，望这个学院会当成做上帝使用的器具，培养更加侪基督的精兵来服膺伊的教会。咱举起咱的双手，呼叫主啊三声出声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亲爱的主耶稣，多谢你让阮伫。圣的主日，主啊，阮组织伫你的圣殿，阮伫这个所在，阮全心全意敬拜你。主，阮感谢你，阮会当听到你的话语，知影主，阮人生毋是咧比数字，阮是爱比故事。主啊，阮是平凡的人，但是阮会当写不平凡的故事，互阮会当欢喜，互你使用。主啊，阮也会当伫你的手中，5个饼2个尾鱼，会当互。侪人来食饱，互阮会当食做更较侪人的祝福。主耶稣啊，互阮会当食做一个忠实的信徒。虽然阮看见规个世界伫即个疫情的掠陷下面，做艰苦，做死神，阮也看见逐所在有战乱，无论是阿富汗、缅甸，真侪所在，主啊有大地震，即个海地，主啊咱甲是日本你共款，但是主啊阮。无惊吓，知影主你的确甲阮三甲你的，互阮会当尽本分尽忠来做你爱阮做的工。主啊，你爱阮会当真正伫阮的生活活出水的见证。主啊，阮会当疼人，阮会当，阮若讲阮疼你，阮无疼迄个看会见兄弟，这是虚假。主啊，阮会当真正疼你，搁疼人。主啊，阮会当搁热心。将主你交托阮的使命，就是爱互福音来传遍天下，主你改过来。主啊，祝福阮的中会，互阮的中会这个干部特别这个议长，互伊所领受的这个理想，伊对主领受的观点，会当来尽使命，带领中会成做宣教的中会。主啊，帮助阮的教会，互阮的教会也会当成做一个真正传福音的教会。会当不断得人的教会，互教会会当成做这个地区的祝福。主啊，你互我们迎接70周年的时，我更较知影主阮要用什么款的果子献互你。主啊，阮会当更较殷勤做你的工，免得阮到审判时讲你派个贫断落魄。主啊，阮会当真正会当更较知影，阮应该就要警醒你所定的事。主，阮多谢你。也为着阮伫即个中秋的假期，主啊保守兄弟姊妹的出入拢平安，互家庭有好的团圆。主啊，阮有软弱的肢体，愿你的医治的权能伫因的身躯顶。主，阮感谢你，阮特别伫圣阳的主日，求你祝福即个学院，对院长甲所有的同工因拢会当真正忠心伫主你的托付。主啊，因的需要，主你拢甲因补满。主，阮多谢你。祝福阮今日这个主日，阮献上阮的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这是咱三个要来奉献。而且咱有一个奉献录啊，咱若有感动、有负担，咱会当来关心吼。
这咱起立来吟奉恩师。咱三个来祈祷，赏赐阮所有一切美好甲良善恩赐的上帝，阮为所献上的奉献来祈祷，恳求你感纳阮对神帝甘心乐意的奉献，伫一切圣工典员会当来充分利用，嘛纪念每一位，无论是伫现今，也是伫服侍顶有份的兄弟。嘛，愿主你加倍祝福伫每一位。主，阮嘛要为着新的圣经学院献上感谢。愿所有献上祝福圣经学院的事工的，愿主你也帮助阮，互阮伫即份的事工，愿参与有份嘛诚侪因的祝福。愿因伫一切的事情，有上帝你加倍的赏赐，充充足足，嘛祝福因伫教育的事顶。会当完成上帝你所喜爱的圣工，主愿感谢阿拉你，愿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请咱做伙来吟祝福的诗歌，祝福册签396首。请陈牧师。等恁通平安去，互恁的人生，毋是比数字，是比故事。互恁60分的财力会当有100分的慷慨，60分的学历会当做100分的教育，60分的语言会当做100分的热情。互恁平凡的人写出不平凡的故事来荣光上帝。当我将恁交伫上帝慈悲保护的圣手，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甲恁整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
甲咱的三角地带。感谢。